咱由服务团体来点头代表细心作者。伊阳花的热情有尊贵甲威严，伫伊的所在有团结甲欢喜，在世中踏实，伊着将万年荣光归予耶和华，归予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就带礼物来到伊面前。就用圣洁的尊下敬拜耶和华。咱同齐来唱圣诗第154首，恳求圣神对天降临，请起立专心。Yeah.
今天来告别咱的信仰声。我是上帝，在你的地，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一切圣神投胎，伊在主玛利亚出世，以本有义来来受苦，历世界死埋葬轮舞，第三日对神用我，是你感谢你上帝的上帝作证，你叫我过来生活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教会，正道共同，最早的地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来替，我来替请阿姐来录。经文第4节，主讲：我是阿弥陀，我是阿弥陀。是靠的，是无会，是依靠，是所会。洗清伊的衫的人有福气，将互伊有权到伫活命的手。各对在人立下。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上，为了遮的教会。对面这个在我是大日的君豪，都是伊的后裔。是公正的天经。圣神甲新娘拢讲来，你讲来，最大人要。一个人他违背就活命的但真正的事来讲，对，我紧紧答。阿门。主的话，你就来。只是呢，人生看头倒来。现在阿爸爸天父上帝，耶稣基督，看顾阮一生的主宰，赐予阮生命的主宰，赐予阮光的主宰。耶稣基督，伊是阮宇宙面对一切的光。只有阮对伊，阮才有活伫大汉的当中。世上真侪万变的变化，互阮料想唔到。但一切拢伫伊手，主耶稣基督伊的手内。因为这世界是伊所创造的，对头到尾，伊拢知。感谢耶稣基督赐予这个福气，会当来礼拜你，礼拜阮的天父上帝，知影阮的生命是对倒位来，嘛知影阮将来要去倒位。主啊，有这个福气需要，互咱各当地这些人知影。求主你帮助阮。引带阮，会当就是往地区，会当天气好命，会当引带侪有信主的咱姊妹，咱明白。求主你帮助阮，阮需要你，阮需要你换新阮的生命，互阮的生命亲像你，才会当吸引人来到你的面前。愿主引带这教会。会当合一，伫主耶稣内底，拍拼做工，也引带人来到伊的面前。阮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继续咱来讲到上帝的话语，上帝话语记载伫圣经马可福音。第15章第33节36节，马可福音第15章33节到36节。来汉语本第61页，2号本73页。咱只是用
节来读的便来请，一头全地黑暗，到3点钟的时，3点钟的时，耶稣大声叫讲：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达达尼。伊就是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啥事我？伊嘛听，有人听伊就讲，你看，伊咧叫伊利亚，伊头，那个摆来，伊头搭全地黑暗，到3点钟的时，3点钟的时，耶稣大声叫讲：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达尼。还有就是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啥事放离我？然后听到有人听伊就讲，伊看伊在叫伊了。咱请把习惯的意思，我还讲。
咱拄着人工前景的时阵，通常会有情绪上的爆发。即两种前景情绪会当形容是：第一就是极其欢喜的情绪表达，以及极其伤心的情绪表达。但是有一种言语会凸显出即两种情绪，就是对内心结出流目屎的一个动作。即个流目屎的动作，通常是即两种表现，一个是足欢喜的，足伤心的。欢喜讲喜极而泣，就是咧形容过头欢喜，情绪激动所来流目屎。另外，嘛会当讲过头伤心，情绪激动所来流目屎。过头欢喜来流目屎，应该就是讲人的情绪上每一个人拢会安尼，无一定讲，无一个人无一定讲足欢喜流目屎，但是咱知影，每一个人伤心的时阵流目屎，这是足平常的代志。咱来知影，人流目屎是一种人心灵上足纯洁的一种上瘾，这是足自然的、足自然的一个现象。嘛会当讲是一个人伊的感情上深沉的一种表达。伊流目屎的表达内面，人有讲袂出的悲伤，讲袂出的苦悔，嘛有学着表达的欢喜与感谢。这个流目屎这个动作是足奇妙的，足奇妙的。有个人听讲学听解流目屎，有个人祈祷解流目屎，有个人听人讲祈流目屎。就是亲爱了解，一个人伫生命中间的过程，敢有捌流过目屎吗？流目屎是一个人成长、生命成长过程中间足重要一种经历。伫流目屎中间，人会当受到安慰、甲退让；伫流目屎中间，人会当得到勇气甲不茫。人嘛伫流目屎中间找到生命希望甲感恩。我有一个诗人叫做歌德，检查有人知影歌德，伊捌描述过流目屎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影响。伊讲，一个人的一生是充满喜乐甲悲伤流目屎的人生。一个人一生就是时常流目屎中间。嘛有一个日本作家叫做太宰治，伊表达讲，人的一生如果若无互目屎浸染伊的指头，伊是无法度描述伊所过的一生。这表示讲，人的一生拢是感情的中间。咱来看圣经，路加福音19章，路加福音41节到48节，伊有记载耶稣所做的两件代志。第一件代志就是耶稣伫咧到耶路撒冷时阵，伊看到耶路撒冷城，耶稣为着伊来祈祷流目屎，这是第41节所记载。因为耶稣知影耶路撒冷要面对审判，伊看见迄个城时阵，耶稣头可能出现是一阵要发生悲哀的一种图像。43节、44节，耶稣对耶路撒冷城要受到毁坏的问题，引起了伊主后70年真正发生。主后70年迄个时阵，罗马将军提高带着军队，将耶路撒冷甲围起来攻击，毁坏圣城。当时有真多犹太人因为伊来死亡，有几十万的犹太人遭要杀害。有当时安尼，罗马军兵竟然对圣殿的石头一块一块拆掉，这样应验着耶稣的话。耶路撒冷的罪引起着是非灭的苗，即款的结局竟然互耶稣提头。耶稣流目屎，而且咱真正的角度，咱的罪嘛是互耶稣非常痛苦，敢是？咱这虽然主，咱的主是袂收回伊的恩典，但是咱来知上帝是公义的，伊的确会揭发
人所做会做现，但是真奇妙，上帝对基督徒的刑罚颠倒是，要互咱称做更加合一心、合一心、合上帝心意的人，不是要分别咱，这个是真奇妙所在。亲爱兄弟，咱就爱常常检讨咱家己的生命前见证，咱时常咱有信仰的时，然后请咱的主为着咱来相信快乐。有一个神学家比如讲，主耶稣的目屎嘛是上帝目屎。即个时阵，咱的主耶稣看见，或者是讲事情，咱人的回忆心中时常是咧悲伤的。咱对圣经里头看出，因为咱的主耶稣伊道成肉体，伊穿做是天主，就是讲甲咱同款，嘛是有感情的头发，嘛是会为着伊的百姓所犯的罪来祈求。然后目屎，相对耶稣的担当心嘛是上帝的担当心。特别是当主耶稣受苦楚的时阵，是甲上帝相对的。人主受苦，人主受苦，不只是肉体受苦而已。老师即几礼拜在讲的时阵，时常甲大家讲，咱伫现在这里头咧欢喜迎接主的降生时，咱嘛是爱想着讲。主的降生是为着咱咧受苦，耶稣受苦，天主是讲，哪是绝对受苦尔？伊的心灵是的确嘛是艰苦，天主咱人嘛是共款，嘛会有当时也无了解，为什么咧受这个苦？你互伊甲老家生离婚，但是伊知影，主耶稣知影，伊来讲这个世间是有负担。受责任的，最后咱的主耶稣嘛是随行，特别是伫即个大降节，咱对期待耶稣要再降临，咱嘛是爱有决心，来从咱的一生随从伫主的旨。今日咱就要来看，因为需要可能是稳定诚实，但是咱是做唔到。因为上帝感谢你稳定。你有想出来，你家己独生小囝耶稣基督，互伊降生，真做我的兄弟，真做我的拯救者。伊到会担当着阮所有人的罪过，是的是安尼，却因着阮人的需要，嘛造成阮的回应。时常认为主的教训，时常认为主的旨意，嘛时常会记住主的提醒。我知影你时常为着阮的迷信，阮的自私来悲伤，嘛为着阮流着你宝贵的目屎。主啊，我伫你的目屎中间体会着你的疼痛，体会着你的怜悯，也我感受着你无限的饶恕。我当伫遮求你赦免我，求你赦免我，互我伫你的听中间来更新你的归来，也会当。更新变化我的心情，互我搁一摆更新日子，称做你忠实的兄弟。加到我无去袂记住，早前，当我对你讲，主啊，我愿意的，你对我，你通袂记，你对我，也时常无去袂记住，主耶稣为着我来行事业的机会，特别是伫即个大降节的时阵。我哋当体会到主耶稣请做人的意义，而主耶稣的生死，都互我知影，伊是为着我的罪来接受上帝的旨意。伊个人都是我主耶稣基督的人。我即摆甲大家讲，名字我认得。而之前其他嘅经文告诉以前，咱幽默先来学习。咱今仔日会来决定，这个故事是安尼。迄当时是寒过节拜神的暗时，耶稣甲伊门徒做伙食最后的晚餐，一直到迄个年真深，一直到克西马尼伊岛。迄时门徒已经足忝啦，忝到倒咧，就随时困，一直到半暝。
有兵来掠耶稣，将耶稣带到大祭司的厝内面，为阿把耶稣补足，为阿把耶稣天人，一直到七尾到假期，比得完300万。所后天到了后，犹太人会议会官员，包括着圣经所记载，这时头啊，长老啊，基督徒对耶稣带到比勒岛遐，搁一摆受着环境的逼迫甲侮辱，而且煞才不再耶稣带去大祭司的面前受审判，最后搁再到另外比勒岛的面前受着审判。真正是无辜耶稣。虽然经历着这查不出有啥物罪，但是咱看耶稣有愿互人判定死的死刑，而且随后军兵去压耶稣去刀下，将耶稣钉在死地，一直到日中到。对日中到下晡3点，迄个时阵全地黑暗。咱来知根据历史的记载，迄个时阵是日食，日食就是讲日头和其他的一个甲迄个挡起，所以咱看到日头是黑黑，无日头全地就黑暗。但是记载看过这个事情，无应该到这个意思。咱来看足重要。上帝就是点为人等人的罪，互人更新是过定。即种的疼，即种的牺牲，即种事法，真侪改变家拢真奇妙。因为即种的牺牲，即种事法，连日头嘛记着，我全地看，这当然这是应该是，但是咱日甲比迄个前面个，去体会过，迄个时阵无应该这个时代是需要。咱有咩事情，咱就做。咱做咱做过去，就做3个，咱来做今仔日使用模式。第一，耶稣疼死的那种盼望，耶稣疼死的盼望，因为记载到下晡3点，耶稣大声叫讲：“伊落，拉撒巴达。”这是记载伫马太福音27章4节。翻译出来就是讲，我的上帝，你啥事办给我？你听这啊，耶稣要对上帝伊倒讲，我踮伫因，你踮伫我，互因会完全来做一个，互世间知你找我，也知你疼因，亲像疼我一样。因为创造世间以前，你已经疼我。这是记载伫约翰福音17章，约翰福音17章，敢若23、24节迄个所在。咱看卖即个经文所记载、所描述的，总是3印，足密切的关系。这密切的关系，所以耶稣想是无法度去接受即种受的头家的放杀，所以伊经文中耶稣当然喊我背叛喊我。是喊我来去背叛，这痛苦喊我讲，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你啥事办给我？咱的现在其实咱时常想着讲，耶稣关心，但是当咱想着讲，耶稣关心咱真欢喜，耶稣的死的时阵，伊迄种喊我迄种心情，伊喊我迄种心情，圣经嘛有几个所在的记载。咱来看，当耶稣开始伊的比赛亚传道的过程，伊伫约旦河接受施洗者约翰的洗礼。当对水内面起来时阵，天忽然间为着伊开圣神亲自指领降临，落去耶稣的顶面，天父上帝发出声讲：，这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当耶稣在咧仰视着伊山顶显灵应当。摩西伊拉迄年甲伊讨论是人家的代志，迄时上帝嘛伫湖的中间，佮出声讲：，这个是我疼的囝，我
所欢喜的，即款这事情的白领观呢，咱若有囡仔啦，咱嘛当体会着讲，即种疼是无法度把人家即种亲子的关系，所以所以是，伫迄个前提是，伊真正有法度喊话出来，当然是真痛苦，安尼法度。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你啥事答应我？我相信当一个囡仔若互是别人放散，迄时阵，伊心内一定安康。另外，当法利赛人怀疑耶稣变成是真实的，耶稣绝对讲，我的安全是真的。因为我知本身对打落来，会去打落来。你毋知我对打落来，对打落去，因为我毋是家己记的，是我甲找我的爸送家己的，找我的爸也为着我帮助。这是伊对我拢一定变成。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找伊的子弟上帝，一直甲伊记的，将来无办法来一个人。即款同在无伦理的关系，耶稣。背叛，耶稣背叛。我说今仔日来讲，伊讲讲，迄种分离，迄种亲密的关系，分离是内心的挣扎。但你有一天遇到真困难时，你体会到迄种艰苦时，迄种艰苦时，咱会知影，耶稣所说的拢是真的。伊甲天父上帝本来就是一体，三位上帝原本就是一个，永远就是真一个，永远袂分开。但是伫时间顶这时阵，天父叫做离开，130年都是神，耶稣同伊讲。第二方面来探讨的是耶稣是安尼话讲，我的上帝啥事干伊啦？咱来知电视伫神界是非常杂的。但是耶稣伫世界的上大痛苦，毋是互天的仔撑过伊骨，嘛毋是伊的扁仔骨底甲无法度穿，更加毋是讲伊的伤痕一直互疼留，甚至嘛是讲伊赤身无穿衫受着侮辱。咱来知耶稣伫世界的上大痛苦是上帝离开伊咱。耶稣我上帝本来是离开伊，但是为什么被上帝要离开？疼伊会疼，要认为上帝的世界的就是在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耶稣基督上需要跟上帝同在时，上帝离开伊呢？也是我是唯一的答案，就是你我全人类的罪拢算伫耶稣基督里。因为安尼上帝的，上帝的爱有能力，替咱将所有的人家。预言经书第2章24节安尼写讲，伊伫查理亲身担当咱的罪，伫伊的身躯。哥林多前书15章第33节讲，基督为着咱的罪死，是照圣经所记载。上帝早就讲，加拉太书第1章第40节提醒咱，伊为着咱的罪，爱家己，要救咱出地狱歹的世界，就是照顾咱悲伤的心。耶稣担当全人类的罪，天父上帝只有离开，因为天父上帝离开就是叫耶稣来担当咱所有。当耶稣知影家己这边面对无法度刷对苦的时候，伊的心足悲伤，用力要死，但是耶稣伊有能持下来离开。最后，也是随到上帝，这是一个口吻。但是，今仔日牧师咧讲的内容会较简单，是因为咱常常咧接近咱的心中，咱来
咱的心，来了解这个心。咱每一个人生活，每一个人人生都无变化，世上的面对真侪无同款的苦难，咱应该知影，并不是所有的苦难拢找出道理。有当时啊，苦难是一种足困难、足恶去解脱的一个道理。所以，真侪人伤害家己，真侪人去自杀，真侪人想要离开这个世界，就是因为家己无法度跳脱这个河，无法度跳脱。但是，人不过通考虑耶稣，就甲咱讲，上帝是完全坐伫宝座顶悬。上帝是就敢若坐伫宝座顶悬咧审判人，伊是伫咧拯救人类，伊是踮伫咱的中间。耶稣就是对顶，临终的时阵，看凄惨看来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啥事干离我？但是罗本多正就替耶稣用伊的人生来接受，伊的人生受的一切苦痛，伊所行的苦难，都是伊的要显明出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属于上帝的真理，而且咱是着是一个保证着什么意义？这个经文咱会当体会到，这嘛是一个改变家所讲的，体会到的是一个不只是表明圣主耶稣的辛苦甲心灵的痛苦，甚至嘛是献给上帝的痛苦，因为献给上帝来离开伊的另外一种体。另外，嘛一种上帝就是是理解，嘛是上帝他个同在的一个。因为变性就是表示讲，耶稣当着咱的罪，耶稣当着咱的罪是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个是的上帝就是上帝跟咱同在，上帝跟咱同在。伊是变耶稣但是伊对咱上苦，是只是跟咱做伙上苦，伊毋是为着咱死人，但是跟咱做伙死。有一天，咱嘛会因为耶稣的恩典，咱嘛是会得到。第三，根据经文，咱嘛要来思考，这个分线对伊的团体是咧讲啥物？一开始的标题就是对伊的团体是咧讲啥物？但是咱嘛要来学习什么是这个团体？这个团体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有人即马。因为这个疫情，所以真侪人伫厝内面咧看直播，但是有时人会讲啊，伫厝内面看人同款，来教会嘛是同款，但是牧师才咧甲人讲，来教会聚会，这是一个团体的一个上经，因为伫咱的做法本来就是来教会，伊个意义会较悬，伊伫厝内。当然啦，有也是无法度啊，因为身体甲各病也出来，但是牧师要鼓励，你若有法度，咱该来教会。因为今年就是伫要过啊，我第一摆聚会，我嘛听着，人要分析讲，因为这个疫情，每一个教会拢减1/3到2到1半个人。遐人是讲，伊做毋是，伊做毋是伊讲。遐人拢是伫厝内面，伊有伫厝内面做礼拜，但是有当时啊，人嘛是有一种分段，有当时啊，一摆本来渐拢较无，所以我是比较好用，咱来教会，咱来教会，因为团体意义就是交接、沟通、同心合意，做伙承担，做伙领受。所以团体就是一种分散分离的关系。就当耶稣喊话着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啥事干我？”的时阵，爸上帝也的确因为你我一直全人类的罪拢赦免，都做耶稣身体的关，伊到爸上帝认你放下耶稣。但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嘛提醒咱，当耶稣伫世界顶大声发讲。
我的上帝，你写书到你我的上帝，伊是要甲你讲，耶稣伫克西马尼伊倒的时，讲伊完全愿意顺到上帝旨意，也毋是第个道路。这个信息毋是咧讲假。马可福音作者是咧甲提醒，讲耶稣的确会顺到上帝旨意，的确要为着咱的罪来受死。而且伊伫身边顶真正受尽痛苦、受尽苦难。而且，当耶稣伫最后暗惨时，伊嘛祈祷讲，是人要讲亲像大家是安尼祈祷讲，爸啊，时到啦，愿你应当你的囝，通互囝应当你，我一定应当你伫地上，就是你所交代我行的工，我已经成伊。爸啊，正打着互我甲你相共有缘分，就是未有世间以前，我甲你相共有缘分。既然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当我伫因有得到平等。耶稣我安尼祈祷，神的爸啊，愿你伫你的名，就是你互我来保守因。互因诚做一个亲像咱同款，互因拢诚做一个亲像爸，你惦伫我，我惦伫你，互因也安尼惦伫咱。你所互我的平等，我已经互因，互因诚做一个亲像咱诚做一个。这拢是记载伫约翰福音17章，这个约翰福音17章是一个真水的一个祈祷，耶稣祈祷。咱若去。有时咱读圣经时，咱看约翰福音17章，你袂当体会讲为什么耶稣会遐切实，是讲切实遐痛苦，而遐讲我的上帝，我是为什么应当你嘛？是伊甲上帝的关系是遮亲，那这我毋知讲咱甲上帝的关系敢有无遮亲？亲，而且不只是个人的信息。个人的信息，因为咱甲上帝的关系亲，咱若无信息，咱嘛是思想互即个世界的代志拍败。有一个是人家盼望嘛，伊是讲主耶稣伫十字架顶痛苦盼望，这是圣经内面上重要的一句话。这嘛是耶稣一世人上坚定的事实。当上帝互耶稣当人类上好歹的命，上叮当的。悲伤包括死亡时阵，耶稣必须经历上帝的放散，甚至失去信心。这嘛是人一般人的一个心态，一般人的一个心态。所以耶稣死以前看法有一个足深的意义，是咧提醒咱，而家的生活过程中间，咱有真有可能每条拢会遇到痛苦，咱的灵魂检测真深的话。伫迄个活中间，咱质疑、咱害怕、咱提靠，而且真痛苦，感觉失去上帝放散，但是这拢爱伊。伫咱上艰苦的时阵，咱的上帝伊会甲咱同在，伊会讲，伊通袂记。其他即个天赋是非常非常重要。拄则全部都这样讲，他都话讲，耶稣是。这是圣经内面上重要的一句，因为这嘛是代表咱当咱拄着困难时，咱内心的话，咱内心的感受里面，是主耶稣道成肉来到世间，伊不只是伊的肉身亲像人，伊的一切都亲像人，伊嘛是一体的存在。所以，你甲你讲，当咱透过时，咱爱伊。有这个信息，咱有这个信息，有这个信息，所以，伊咱这个平衡咧，咱大家好好做这个事，还是因为咱这个大干者，也是各个人咧来也是干者，咱要上心来去面对。渐渐，即摆这2年渐渐，伫真侪教会渐渐伫现在这之前，已经像这种模式。开始受反省，啥物事讲？
耶稣来真欢喜，但是耶稣为啥物惊？因为咱若只有思着真欢喜时，咱就甲其他世上无啥物无共款，拢共款，欢欢喜喜，欢欢喜喜。而且，我还比较咱顶礼拜看新闻咧讲诶，因报纸直要按讲死话，我咧是，这就是较早出题嘛，伫遐咧讨论讲，为啥物要讲死话？因为中间经历过耶稣受难，会要讲耶稣讲为啥物要变甲死？耶稣诞生到迄个受难就是啥物意义？所以，咱要去了解这个意义，伫外国就太注重这节目，因为你后这个节目，你到法度解读在圣经内面的过程，你到法度体会，较袂难相信。是啊，伊要到死，他们听讲，表示讲，伊只是一个上表的行为尔。做事，做法，但是伊无想到讲，耶稣为啥物会当时？耶稣为啥物会欢喜？讲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为啥物会当时？咱做来祈祷。在我的天父，我搁一摆来到你面前，要来从阮所领受的启示，用伫阮的日常生活中来见证你的救恩。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为着拯救我这么多人，牺牲你家己所疼的囝，互伊顺服，兄是变一条苦路，担当着我的罪。这种疼是我用一世人也讲袂完的。你的疼是好紧的看动气。我正人今仔日伫台港这个主题，由主帮助我思想冥想生命的意义，也来奠定我的心，互我更较有勇气持续为着主来活，为着主来行，延续的生命。伊对我上过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因信息第484首，我行的路让所圆满，请去读诗。
在
第五现代俄罗美版中岛有参会，下晡无事咱们都会去拜访无同的出门的朋友。本会的圣诞参会，会伫12月25号中岛举行，一个人200块，会使向各团体会长还是就长老报名。中会妇女事工部拜六主办查经营，会长伫红门教会，一个人200块，若要参加会使向就长老报名。第5夜来到祠堂，请为鹿港地区的福建甲转化来到由驻张团伫鹿港地区，请为世宗教会的兴旺甲传教来到奉献，为身体健康的兄弟来到有维罗、曼丽、俊元、丽香、喜堂、维坤、地狱、吉利、安利、喜满、美华、义工、郑杰、桂花、茉莉牧师、凯儿、竹田长老、小桃姐、丽珍姐妹。会计报告请家己看有问题会使向后壁管财部的长职来验证。以上。毋知今仔日有新来朋友，若无富裕差补充好个吼，咱下礼拜三请咱逐个先慢请出去吼，咱下礼拜转来呢，先唱一首歌，互迄个新庄长老吼，新庄长老带咱唱一个吼，土地同行，咱唱了时，咱较做伙来去迄个外口这游玩了吼，咱来遐做一个祈祷吼，我唱到这。我先信息第517首，阿要煞的古处数吼，参去。咱即时请信中长老团唱。
好，咱来唱圣诗第94首，圣诗94首，普天同庆，主入世界。降仙进前，原要搁再一摆正兄弟姊妹来遮重新力量。一世人毋要搁对立，也免一世人因为你的恩典，我们将这个好的消息来报扬，互阮鹿港地区所有的住民。我知鹿港地区是真恶传福音，但是阮也有信心，特别是伫今仔日大港节第2主日，阮要所表达的就是阮的信心，要因为这个信心，互阮伫鹿港地区来拍破这所有的咒诅。阮120年前，先人伫即块土地为着主，你所拍拼，一直到100多年后的阮也要持续阮所有的祖先伫即块土地为着主你的福音来拍破。阮当要举起阮的正手，要来祝福即个整个的鹿港地区，阮也要来用阮的正手来祈求主，会当互阮当阮点到即个圣诞树的顶的时阵，表达出阮内心的祝福，也要对阮内心的祝福来传出阮对鹿港地区的责任，期待互阮伫鹿港地区遮，伫圣诞节期的时阵，会当将阮的温暖来带到即个地区，中心搁来立约，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交通，甲整个的鹿港地区斗阵，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门。所以这是咱点到咱的圣诞树。虽然看无啥有啦，不过咱啊暗时啦经过这时，咱会当送互咱。哦，咱若想要翕相，咱翕相吼，咱点到，祈祷大家。我有录影记录啊。好。